山海田连成一条线。咱今日来到台湾人东上所嘅港湾小上米土。为了交通中心，此处就会海运13地嘅米土市，千百年来见证了内湖女海嘅光景变化。呢位唔但係日本圈台天然老文學大師嘅靈感來源，行卡本意含咗日本心靈嘅素養。今日聽日鄉親來拜訪呢隻保佑州保時台，懷舊風情嘅海巡小鎮，用下感受當地吃菜嘅生活步調。這邊就是瀨戶內海，以前的重要的一個港口尾道港，以前往來的船隻非常的多，商業非常的興盛，所以它對面有很多的造船廠，現在都還在這邊這樣，連聲音都聽得到。對對對，這邊的話就是斜坡地區，就是很多文人雅士很喜歡來這裡，然後從這裡得到很多的靈感。對，然後所以說很多文學的作品都是在這邊被創造出來的。跟本來上到9分啊，就像9分有那個戀戀風塵，對，有沒有就是那種侯孝賢導演的感覺。但其實尾道這邊的話，它有一個很特別的感覺，我覺得其實也蠻適合大家來這邊走走看看的。但是它現在知名度還不是那麼的高，對。但是我覺得這邊我個人還蠻喜歡，想說推薦給你。日本人形容文山老水包圍嘅米土，就像日本的花瓣的形容，所寫為世間的千景萬物。古時啲人家嘅老小巷嘅連連的花瓣嘅獨創造，顛倒係另外一種沉入當地嘅方式。比如講，呢位唔但係日本石苗嘅人聽出我來嘅蔬菜，一片山坡，一片青苗嘅，咩半島風景地圖嘅泰樂市。不過嗰陣時，楊偉先喺啲講到嘅比爾，行卡本人當上嘅了解。我就會想到講。大部分的台學生，就是大部分在台灣的學生，都會想要去京阪地區念書。你有沒有特別想要選哪邊？選在廣島念書？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台灣的世新大學的日文系畢業的，然後世新的日文系有很多的老師是廣島大學畢業的，然後因為自己在工作的那段期間是旅行社、導遊跟領隊，然後就覺得。對這方面還蠻有興趣的，相較於，比如說來到日本研究一些文法、助詞，我覺得來這邊研究觀光可能是我比較有興趣的，所以我後來也就選擇來到廣島大學。那麼當時喺地條邊都帶係學嘛嘅？我的話是比較偏人文方面的，是研究觀光地理學。哦，就這邊其實就算是我的研究區域的一部分。因為日本就是高齡少子化，他們就是要拼觀光，因為自己的人不夠，那就是從外面找人進來，就是觀光是很重要的一環。然後所以我就來想說，看看他們的城鎮發展是弄得怎麼樣。本名希亞奇嘅貝爾係高雄鳳山嘅客家人，此世喺新北市大嘅佢，大學畢業過後，一片地理行社做事，把握學日文嘅機會。一片準備到日本讀書嘅計劃，為到人留學夢想，貝爾唔但搶啲人類3萬元嘅讀書嘅貸款，還申請到碩士班嘅獎學金，為自己開創了無窮嘅未來。然後這邊的話，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很多觀光客來這邊的一個原因，就是這邊是島坡海道的起點。之前看媒體報道，佢講你係全世界10台最強嘅自行車的那個海道，它就是被 CNN 選上了嘛。然後它這邊就是特色的話，就是它可以騎腳踏車，然後跨海，並且是穿過6個小島，然後可以從本州到達4國，就好像是另外一種旅行的模式。準備漂亮菜，向下騎向太海流藍天咯！一條全長有70公里，連本島到4國嘅喜馬拉米海道，係9隻跨海大橋組成嘅。唔但係日本為咗得騎自行車行過瀨戶內海嘅路，行開分自行車嘅人嘅身體。比如講，有啲兩位最重要嘅，就係享受跳島旅行嘅樂趣，留啲日本親江嘅自行車路飆車快感。哇，舊金山大橋誒，果然是百聞不如一見。咱騎車路上看到東因為同樣啲兩位騎車，你當初怎麼會想到要用這個來做你的學術研究？其實我的主題就是廣域的觀光振興，像比如說島坡海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为它分跨了广岛县跟爱媛县，然后刚好中间连接的3个岛也是1人1半，很公平。广岛3个，爱媛县也3个，但是他们2个县政府以及是尾道市政府还有金枝市政府到底是怎么样统一在管理这一个岛波海道，就觉得对于他们团体跟团体之间的连结联系还蛮感兴趣的。就比如说广岛县的这3个岛的话，基本上他们以前是以产业，就是造船业啊，或者是海运比较兴盛，所以跟观光应该是不太有什么关系的。然后还有金枝市那边的话，就是它的大三岛也一直以来是以农业为主，所以其实每个岛的话，好像直接跟观光并没有那么样的相关联，但是他们都发现自己的特色，拿出那个绿色旅游、乡村旅游。对，然后就是欢迎大家来他们那边的农家民宿住1晚，然后可以一起去摘橘子啊，或者是摘草莓。听说在大三岛那边还跟台湾的宜兰高中还是松山工农都有交流。真的假的？这个很值得注意哦。之前就是总共去了17个地方做调查，无论是市政府的观光客啊，还有去到他们的 NPO 法人做调查，还有观光协会，对他们在做的事情就还蛮受到感动的。天然人口老化，老晒出些影响，观光发展将当然受到当地的重视。那因为安样，本地人发现家乡偏微模的特点。2014年起始，讲到了爱媛县大2年举办一场贵1300人的国际私人茶节，希望打帮了生费，上来世界旅行的人看到来妇女会讲，当地大大小小公民团体，喊卡自动自发来为故乡打拼。今日听了贝尔去拜访推广当地当3万好朋友哪里讲？こんにちは。看到下面的字吗？就是他就是哪里讲，跟他太太これね。骑自行车、协力车环游世界88个国家。88个。那88个国家有包含台湾吗？一番最後に訪れた国が台湾。他说他一开始就是先去台湾，回来也是最后也是经过台湾。来，他想来底，怎么会有这个想法，想要去环游世界88国？僕は友達に同級生に影響を受けて自転車に乗り始めました。自転車旅行を始めました。是受到他的同班同学的影响。一开始是寒暑假的时候，先在日本各地骑脚踏车，然后他毕业了的那半年，他是骑脚踏车，然后去1个人的旅行。那时候他去到的地方是澳洲，还有纽西兰。他那时候是在纽西兰的时候遇到一对夫妻，他们是骑协力车，正在世界旅行。第4个旅行度发现新的可能。哪里讲老姑娘现在用10年的时间去那边查做梦，一直到2007年进了故乡，才发现到原来全世界只有日本才有像安阳型的自然茶天堂。故所转向过后，老空用当有新的朋友，打造了某位赚钱的组织西库罗自立日母西马纳米，希望老骑自然茶的快乐分享本很卡多的人。我还蛮想知道的，官方有办自行车的活动，那 NPO 这个组织有没有做其他不同的努力？私たちはちっちゃな団体なので、自転車旅行を通じてこの島开始活动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岛波海道的等于脚踏车这个品牌的印象还没有那么深，算是刚起步的时候。现在来讲的话，大家都已经知道啊，岛波海道就是自行车的圣地啊。他们就是想要透过脚踏车，使得金枝这个当地活络起来。然后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 guest house， 第2个2番目は2番目は出版業，就是他们有发行那个喜马拉米的这个书，他们也有那个副导游的自行车旅行的一个行程。对，那他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就是说他们自己要让很多外来的游客也好，或当地居民感受到某空用的地方在那边。いただきますよ。いただきます。啊，そうですね。他说一般的话就是广岛烧都是在铁板上面烤，但是他们这边就是地方有限字，所以他是用这种小铁板盛在上面，然后也是希望给客人吃到的是很热的广岛烧。
要让很多外来的游客也好，或当地居民感受到某평양的地方的那里。やっぱり移動してる途中も楽しんでるからね。对自行车的观光者来说的话，他们其实在骑自行车的时候就是在旅行的，就是也是他们在探险的一个过程。像他之前就会跟来这边玩的人就说啊，没关系啊，我们就是哪边都可以去探险，我们就算在岛里面变成迷路了也没关系，反正岛民就是非常热情，就会帮助你。像他就是有介绍大家，就是除了普通的 course， 我们还可以去普通的 course 的旁边的小路这边去探险的感觉。村民有没有特别给他的回馈，让他觉得很窝心的或很温暖的 ？NPO を立ち上げて。それから島の人たちと一緒に。一开始的话是他们愿意来配合这种 NPO 在做的事情，包括跟脚踏车的观光客提供自己的地方，可以有一个做出一个交流的场所。如果你脚踏车突然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话，会有这种急救站。对，这些也都是居民就是自动自发愿意来帮忙的改变。但是最近就是有在大山岛的经营那个农园的一个妈妈打电话很开心的来跟那里讲说啊，我买脚踏车了哦，然后我觉得骑脚踏车很好玩，因为他们自己身边都看到那么多骑脚踏车来观光的人来玩的人，所以自己也会多少终于也受到影响，所以自己也买了脚踏车来骑。对他来讲，他回乡到这里过生活，他的人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回馈或改变？譬如包括村民给他的回馈啊，也講佢自家人生的想法冇共有。これはいろんなみんな言われてることだ。みんな旅人って言われてると思うんだけどね。僕も大家都会说一句话啊，旅行是很好啦。可是旅行能对社会带来什么贡献，带来什么帮助吗？然后他说他之前单纯的喜欢旅行，但是也没有想到可以回来跟自己的工作做结合。所以这个关键有一个，当然也是喜马拉米，就是岛泊海道盖好了这件事情，还有他加入了这个 NPO 法人，所以让他变得说啊，他的兴趣跟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自己的以往的经验，可以在他现在的工作上活用，这也是对他人生来说是觉得最不可思议、最惊喜的一个地方。所以这10年的时间，他也做了东多大标的事情，很努力啦。那他有没有自己的蓝图？觉得岛泊海道或这一块他成长的地方，他想要把它变成什么样子？若い今愛媛県に住んでるね。特别是对现在的在爱媛县的这边的中小学生，甚至是高中生，他希望可以多让他们了解说啊，原来自己的家乡有那个岛泊海道这么样的棒的一个资源，这里是日本各地来的喜欢自行车的，或者是你喜欢观光的人都会来到的这个地方，所以他希望说他们可以认识自己家乡，就是拥有这么棒的资源，然后可以带着对家乡的那份自豪感。对，他希望能够增加这样子的年轻人，就算增加1个2个也好，都好，对不对？生命的里程万万百百，哪里讲没从没想到，这是一种旅行的经验，它变做贡献家乡的重要养分。10年来，亲身的采访写作书，画出地图，联系多方的在地人士，你也唔但将为家乡带来改变的力量，每位旅行的人打开的机会，做得深度在地人长地的家乡好美食。巴掌。おばあちゃん、こんにちは。おばあちゃん。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はいどうぞお掛けになってください。你望我入来啊，看到当多树下的手写的 menu， 还有当多古老的东西，就是有岁月的东西。怀旧感。吃到东乡转动啊跑，以前我回去看阿婆的时候的感觉，奶奶啊都会把。莫看那辆老巴士按摩哦，29年来啊，是喺省后道方创业的神法食堂。2年前啊，本上想要退休的高木阿婆，本唔盼待居民停下来，当客厅继续料理，就舒服了只充满记老老公回忆所在。故说，根本日常有食落食到阿婆做嘅广岛烧。いただきますよ。いただきます。食べてる間はあったかいと啊，そうですね。他说一般的话就是广岛烧都是在铁板上面烤，但是他们这边就是地方有限啊。阿志，因为我们在台湾印象中有吃到大阪烧啊，那我今天第一次吃广岛烧，大阪烧了广岛烧有冇咁冇共用？我
私お好み焼きを勉強にどこ行ったいうわけでもないんです。像这个奶奶这边的广岛烧的话，是一开始先铺一层薄薄的面糊上去，然后再把料分层的铺上去。但是大阪的话也不会加面跟乌龙面，他们就是把那个面团直接和在一起，对，直接和在一起。我听懂了。高丽菜跟蛋。奶奶是说她以前是在家里，然后就做，然后给小孩子吃吃看。之后因为要经营这个店嘛，又自己在尝试，然后给那个造船公司的人吃吃看，然后大家都说，哎，你真的做的还蛮好吃的，所以她没有特别去学，然后所以就独成一格的。你知冇？我哋會識得唔單止東西當好食，其實係一種轉不開的感覺。奶奶做的東西就好像我們在外面打拼很久。一回到家一定要吃到的东西，光这2樣我可以天天来吃。每次夢以後一路突然行下來，老了一路走下來，我覺得我看到不一樣的風景，遇到不一樣的人，當然還有包括你啦。算起來階段性的目標達成了，對不對？對，今年3月要畢業。恭喜你，恭喜你！跟你下來咯，你有想講，學業完成啦，而轉台灣，還是說你自己有別的想法？我原本当初开始来这边留学的时候，是有想说啊，应该就是留学完，就是体验一下日本人到底是怎么样在生活，然后就会回台湾。但后来我有时候会放假的时候会回台湾去嘛，然后就在那边遇到了老师跟朋友，就在跟他们讨论这件事，他们鼓励我，然后就是说啊，那你难得可以在日本读完硕士，那也可以在日本体验一下，在日本工作又是什么感觉？然后他们说的这个话，就是有点打动到我，因为我就想说，对，之前是在读书，然后当学生，那其实能够接触的同学都是相当有限的，所以感觉步入职场又会是另外一个考验的感觉，因为日本人工作就是非常的认真，也很严谨，所以就觉得啊，那真的也会是一个磨练自己的机会。跟你按当年打拼下来，你都自己一闪，又挽你的学贷啦，然后又打拼啦，跌倒再起来。你觉得按当年你在心境上最大，你自己内心你觉得你很大的改变是什么？因为我在来日本之前是做导游的这个行业嘛，带日本人，没有实际来到日本生活过。我其实对他们的生活习惯，有时候我也会有不能理解的地方。那直到我来到这边，我就可以更加的了解他们，那个视野真的是更加的开阔了，也学会跟各种类型的人相处。我希望你在这边能够好好的继续你的梦想，好不好？有限的时间，一天会再给我讲下嘎发，然后我再回来找你，好不好？然后在这个地方，然后创造你自己很璀璨、很璀璨的烟火，好不好？有限这样的料，好不好？有空我回来找你哦，好不好？没问题。让我把它吃完。一步一步完成梦想。克服挑戰，碩士畢業過後嘅貝爾，唔但請喺你拜訪期間考到日本嘅駕照，你還較順勢喺當地做頭路。冇講到荷蘭破百嘅夢想代表，實係做到實在又充滿勇氣嘅人。嚟向所有嘅成法鍛鍊，啲夢想蛋糕都係一貼好藥嘅。祝福貝爾，咪感謝你幫我看到客家細妹嘅千堅毅嘅勇氣。下來。看落去東港島嘅天台上福山寺，拜訪當地好朋友莊富賢太子。嗨，富賢姐，嗨，我好看到你耶！你好，你好，你好，辛苦富賢姐你了，大老遠來。哎，沒有，這個天氣這麼好，我看到你的笑容，我自己都覺得心頭溫暖起來。來天拜來到福山寺吼，你還會有乜個特色？最大的特色就是你下了火車站就能看到福山城。對，生活中就是在古蹟裡面。這幾年大家落來的時間，天幕如果看到了。一般你對廣島市印象較深的，所以元寶館啊，掠到。不過對福山寺處較上分的。像那個廣島的話，它有一個廣島城。然後福山的話呢，它有個福山城，其實就代表他們以前就是2個不同的國家。福山城的話，就是它以前我們這個地方叫背後地區，然後那個廣島那邊叫安藝。安藝地區。對。那因為地方的不同，會不會產生其他，譬如說生活習慣不同啊，語言不同啊？像我在這裡的時候，我感受到的就是他們的那個講話腔調有點不太一樣。譬如說，比如說那個廣島那邊的話，他會講說みなさい。那我會講一個きなさい、みなさい，
后面加一个赛，福山就那个赛，不是那个赛。然后呢，福山地区的人呢，他们就会讲说，哎，哪里的熊，哪里熊，熊后面加一个尾音，加个熊。对，因为我在广岛的时候，我听到的是那得熊，然后这边是什么？哪里熊？那生活习惯上面，生活习惯上的话，大致上是没有说很大的不同，但是吃的东西但有点不太一样。像广岛，他们有广岛烧，福山的话其实不怎么吃的。那福山都吃什么？他们经常就是他们很喜欢吃的是，怎么讲？哎，茶泡饭。茶泡饭。对。可是茶泡饭到处都有啊，为什么这边有名是茶泡饭？哎，他们有一种很特殊的茶泡饭。哦，这样让你说一说，我就懂上爱吃看呐。你阿边茶泡饭有乜个冇共用的地方？喺北台湾淡水来嘅总飞燕太子，为咗完成开幼稚園嘅夢想，26年前，老老妹向下到廣島福山來留學。每月安內，啲倆老日本老公戀愛當今，倆喺福山經營一家嘅工作室，教華文到台灣料理嘅教室，希望推廣台灣嘅文化。寫當地有名嘅外交大使啊，話唔是多個，難得來到福山，新田嘅太子其實好料咯。这里啊，就是我最喜欢的日本料理店，因为这里的东西啊，食材很新鲜。我们今天不是提到茶包饭吗？对啊，非常推荐这一家。嗨，大家好，我係澤比。加糖都嘅歌曲咧，很多客家詩嘅，都是我們客家頂尖的歌手。It means just like we are the world. Yeah. Makes me very happy. Yeah, you know. 我们今天不是提到茶包饭吗？对啊，非常推荐这一家。你觉得通常到日本啊，是东西路一天的顺序，要从哪里开始先吃？而且我觉得好美，我都不敢动。像这里日本的话，他们的习惯是从沙西米。沙西米。对，OK 哦，然后那个我呢？他们东西都很新鲜呢。对呀，就是内陆内海的。哦，因为我刚听到那个鱼哔哔啵啵，我想要吃一下。哎，你赶快吃啊，不要管我。好。那你当初为什么想要来日本？因为我本身是学幼教的。幼教，台湾幼教也很好啊。对呀，我当初学幼教的时候，我们学的那个幼教里面的教育书很多都是日本人写的，觉得说，应该学幼教应该到日本来学才对。就一直有这个观念。我又工作了5年之后才来日本的。我在台湾工作5年。对，工作在做5年幼教老师。我当初跟我妹妹一起来，然后当初想留学的时候就介绍那位保证人给我们认识，然后他就是住在福山，他就是因为说他能在福山才能够照顾到我们，所以就帮我们找福山的学校。那你当初是想要来学习，还是说来学习？哦，我想学他们的东西，然后回去台湾。对，我想，因为我当初的梦想是很想要自己开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幼稚园。来这边学习之后，为什么突然又决定要留低两笔？结婚了嘛？你看，女生就是这样哈，有时候爱情就这样。哦，你是来这边多久才结婚？我是那个念了2年那个幼教科嘛，然后那个毕业之后没多久就结婚了。哦，缘分嘛。你还没干？茶泡饭。茶泡饭。对。现场来，自己倒吗？对，这个，然后自己倒。以前哎，CC 时间啦，我康人都不准按翻泡桶，因为他们对胃不好。所以你知道，我对茶泡饭有一种很矛盾的爱。哦，慧妍姐，香港在正言龙来的台湾式完全冇听过。这茶泡饭为什么这么特别啊？对呀，看下面这么多那个菜，对不对？而且挖不完。对，挖不完。我在想说是不是在做几样多？对呀。その時に贅沢をしちゃいけないってことで、その食事をね、こう普通にこうしてください。那时候江户时代，然后他们就是生活上要节约，不要太那个浪费。就是这些农民，他们可以得到很多当季的非常好的东西，比如说鱼啦、肉啦，或者是好的那个松鱼、马斯塔给。然后呢，这么好的食材，他们想吃，他们就说那就要尝着吃。不能够让人家觉得你很铺张又浪费。对，像这个就是日本，就是福山有名的。这个叫什么？这我们好像认识我们的背旗。对，看到没有？哦，
就他们过年的时候哈，几乎都会吃，这个地方的人会吃。这个就是我们加在马蹄条底部会那样烤，有点像那种。它其实还是有烤的味道，可是就没有，因为荸荠本身就没有味道嘛，所以它必须要靠这个汤。原来总是配上用的小日本人，特别就这个腌好了的调色布啦。现代喺工人味道格格适饱嘅穷人美食，多了各间店特有嘅食材变化，还变成日本人戒酒也系咸酒嘅世界，咸感度青少年嘅口味。除咗你哋讲茶泡饭对日本人有几重要咧？这种是，那个时候家人就知道你要来日本了嘛。对，我想来的时候，父母当然反对啦。父母的观念认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嘛，观念比较重。对，所以他们认为说，女孩子不用说读太多书，大概就是家里的事情能够理解一点，然后等反正长大就是家人了。所以出国的事情，其实他们并不是说很赞成。可是你后来在这边交男朋友结婚了，他会不会就你不回去这些？当初就是要结婚的时候，我爸爸很反对的。他们就是担心说日本人大男人主义比较重，我来这里会被欺负，然后没有过得不幸福。后家在因为有妹妹的身边，还有个妹妹在这里，我们还算说不是没有说很寂寞。所以那时候寂寞用啥？第二位做几道菜。我当初那个打工的时候，就是做过日本的料理店，然后还有那个做这个中文老师，就是一个礼拜教一次。然后后来慢慢的在这里生活，是觉得说他们日本人对外国人还是有一点排斥，然后对于台湾的不理解，对于自己的文化不理解的事情，他们都会不太敢去接触。这点我是觉得在这生活上，我觉得体验的很深刻。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制作人理解台湾。所以特别为到打入当传统保守嘅佛山，开定第嘅留学生创建嘅兩姊妹，傾嘅全力，唔但將打開當地學校就外國學生嘅意願，未延續到非現之推廣家鄉嘅心意。呢一老一群有同樣想法嘅台灣歡迎家，當然舉辦台灣指點和公民講座，希望做得為台日友好盡一份心力。这里就是福山的 Radio Bingo， 就是那个广播电台。所以你在这边担任的工作，我这是1个月一次而已啊。我们的节目叫做《地球市民大家好》主要是介绍很多国家的文化民俗。那是全日文吗？不是，因为听的人是日本人，所以我们主要就是有点中文，还有越南，还有巴西。还有韩国给懂神奇耶，很有趣。我是轮流的，我是主要是关于介绍一些台湾的东西啦。我的目的就是在于想要在这个福山推广台湾的文化，还有我们很欢迎台湾来的来宾，所以我很该不会是我？看到你，一定要把你拉过来。非常之讲，出身福山地區嘅台灣人無多，不過佢係希望做得利用廣播嘅影響力，幫日本人行近認識家鄉。大家也邀請廣島各地嘅台灣鄉親，分享台日嘅生活和文化。大鵬飛燕子，冇想到出嘅拜訪鄉親，係咪有機會到天台做特別來賓呢？各位聽眾朋友，您最近好嗎？每天是否過得愉快呢？大家好，地球市民，這個節目是由我來自台灣的張惠燕，在每個月第3個星期四這個時間，為大家以中文介紹中文的音樂及民俗文化旅遊等各種信息。Hi, Murata さん and Chiaki さん。私はJoe です。はじめまして。大家好，大家好，我是Zavi。加唐都的歌曲嘞，很多客家诗歌，都是我们客家顶尖的歌手一起演唱的歌曲。It means just like we are the world. Yeah. Makes me very happy. Yeah, you know. お聞きの方はね、多分ハッカーというのは初めて聞く方が多いと思う。もう少し詳しく
一般人来睇下都提講哦，如台灣人啊，可能大家比較熟悉的係閩南話，哈、那其實只是口音的不同。譬如說，你說廣島有廣島的口音，福山有福山的口音，那就是地方的方言不同。那我們其實就算地方性的方言，但是因為客家族群懂得，那我們希望客家語言這麼美，能夠一直傳承下去。幫我們介紹一下《做客他鄉》是怎樣的一個節目？哦，這個節目最主要嘅呢，係希望透過女主持人到世界各地去親近客家嘅鄉親，看佢哋在地嘅生活，還有看佢哋兩位有獨到乜嘅人生嘅故事。就像我今天來看你，我也很開心跟你一起體驗生活，是一樣的道理。聽起來剛好跟我們的這個節目是一樣，我們對，超，就是這樣子的目的，就是說希望能夠在這個透過這個節目呢，對於講中文的台灣的各位呢，能夠給他們一些勇氣，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哦，對，大家哇，一起鼓勵。難得有機會再對日本人進一步了解客家文化，本大家對台灣有更加深嘅認識。隨處體會到另外一種了解一個文化嘅感通。來想，你咪鼓勵嘅飛燕子做天台義工嘅營之一啊！在啲一群打開心胸，好接觸外國人嘅在地天台，認識新朋友，牽起台灣嘅友情，真係當傻批嘅工作咧。像你來到這邊，然後做這個節目多久了？我來接我記得是第5年了，總共快9年。哦，你自己覺得你心理上得到了什麼，或者是你有什麼特別啟發你的？我接這個節目的時候，真的我們是做半義工性質的，你不喜歡的話，義工啊，對，我主要目的是因為釜山的人很多人還不理解台灣，所以我只是想要透過這個管道，然後呢，讓釜山能夠更理解。所以這5年來，我覺得認識了很多人，也理解到很多釜山人對於台灣的理解是怎樣的一個理解性。接這個節目，讓我覺得說，應該我沒有辦法就是停止。如果他有這個節目在，我可能會繼續下去。對你來講啊，你做了節目，會唔會也彌補了一些你自己思鄉的情愁？對，因為我是長期住在這裡，我可以得到一些台灣的最新消息。佢對你嚟台灣社會來到呢位介紹很多台灣的東西，還有文化，佢有很了解台灣咩文化？台灣に限らず、いろんな国に対して私たちは固定這個節目呢，不只是台灣，就是很多國家，對不對？我們的介紹就是當今的信息，比如現在流行什麼，現在是什麼的歌，現在是怎樣？他對於台灣就是因為這樣子，那我每次我都會請很多的那個 guest， 就是那個來賓來，每一個月幾乎都會有一個 guest 來。那有些都是在這裡當地的生活，然後他們是怎樣在努力，然後再來呢，他們會帶很多的新的信息過來，讓他學習到很多。這次真的給你們受到一點刺激了，因為他說，因為台灣的話，他對台灣的印象就停留在大家就是會講一個台語會講中文這樣子。然後呢，因為你們這次來，經過了你，而他認識了什麼叫做客家，你今天跟他介紹一下客家是怎樣，然後他讓他知道說，原來全世界都有客家的鄉親朋友，他讓他理解到，哦，原來台灣不是只有一個那個什麼一個語言而已，還有很多種語言。對，Our language is very beautiful。太家好。名是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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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家好，大家好。我真的覺得在這邊跟你相處，雖然短短的，還有跟製作人，我自己心裏頭是很感動。出嚟做天台義工，飛燕子係咁嘅幾項條路，應該盡做48點鐘內容。出嚟搞華文。接係教本外國人嘅飛行家創業嘅第一步，佢係教日本人做台灣菜，甚至大部實忙研究藥膳料理，係考到國際藥膳調理師嘅執照。佢每日就聽日本嘅同學向下點下功夫咯。當久冇轉到學校讀書嘅感覺，以前係讀書出來用很緊張啊，老師就緊教，今天回到學生的感覺。其實蠻好的。你的名字是？我叫甘田子。非常標準。我喜歡台灣。台灣で生まれて育ちました。他在台灣出生的。新生南路。新生南，嚇到我沒聽過啊，新生南。
老师，你来看我这样对不对 OK， 可以。边境还喜欢问讲，你要有几飞哈？你可以开始开这种课。因为福山没有什么可以吃台湾料理的地方，然后他们对于台湾料理的那个印象，福山人很多都是以为是很辣很油。我们福山有个叫台湾拉面，然后它就是又油，然后又很多的辣椒。然后它其实并不是台湾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创作料理。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我自己有教室了，那我可以推广的话，我才开始教台湾料理。然后之后呢，台湾料理我就觉得说，我自己本身也很想要对那种药膳，我们台湾的药膳，我觉得很有兴趣，所以我又开始学了。开始学了这个药膳这方面，那我就把它加进我的那个台湾料理。他们喜欢吗？很喜欢。这边特别来学的都是因为很喜欢台湾，对于这个吃的方面，吃的怎么样才会健康，很有兴趣。隔壁嘟嘟和全部是日本的女孩子嘛，对，他们都结婚了吗？有家小孩都结婚了，几乎都是结婚了。另日本请谁？女孩子找工作容易吗？日本女孩子找工作很难的。他们通常，比如说你要做办公室的 OL， 用的是年轻的时候做，然后有生了小孩以后，通常你如果想要再就业，想要再找工作做的时候就很难了。日本女生工作的寿命就没有很长哎，对，没有很长，因为她要走入家庭。对，要不然就是你自己创业，要不然自己家里有事业，要不然就是你的能力很高，所以才会可能他们的民族性就是按那。那你自己来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很挣扎过？哎，我其实还可以冲，还可以做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前一个正式工作辞掉是36岁，然后我要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就发现到每一次都会问我的问题就是我的家人有几个啊，小孩多大？你后来有真的出去工作吗？对，要开始教中文。哦，我自己开始教中文，然后因为我一直很想要做这块，我希望说在这里能够让更多的釜山的人能够理解一下我们台湾的文化啦、习俗啦，还有我们的那个吃的饮食各方面。那像今天有发明的一些很多的菜的料理，都是你自己设计。像那个山药汤这一道的话，是我自己想的。哦。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参考别人，然后我自己再改过。因为食材大同小异，怎么样做的好吃，然后又让大家接受，而且最重要是可以介绍台湾的菜。对呀。哇，你真的很棒，老师，我切的还可以吗？今天我的菜呢？总係充滿發熱飛煙之講，因正有呢度學生嘅比佢更加了解台灣。呢度學生嫌佢一上先生，佢當然要繼續求進步，才唔會吃到減少。我想可能就要按謙有虔誠嘅態度，更加強減學生對台灣嘅感情。按道嘅學生伫邊度啊？馬上停追求。就是那位於田小姐。好。哦，雨田哦，中文讲得很好。他为什么特别对中文有兴趣，又想要学这个药膳料理？夏天我身体不舒服哦，所以我学习料理，药膳料理。他是在调理自己的身体，因为他本身自己就是一到了夏季哈，他不流汗，他就会整个人就开始不舒服，很容易中暑。那吃过以后，他现在有没有身体改善？一点点。这些同学们都有去过台湾吗？都有去过，有去过3次以上的举手，3次哦。3次。哦，不要放，4次以上的。4回以上。再来5次以上的。5回以上。哦，只剩下他。对，纯己数也数不清。哦，你为什么喜欢台湾？我喜欢台湾，是因为台湾に行った時に、台湾の人々がとても親切的时候就觉得台湾人很亲切，很好，那他能够回想到好像以前就是那个人情味很重的那个时代，所以让他觉得说那个感觉去台湾的时候，让他感觉的很舒服。那像他去过几次？3次哦，一起你上。台湾是 my home country 他觉得台湾是他的故乡。哦，为什么？台湾で生まれて育ちました。他在台湾出生的。新生南路你住的。新生吓到我了，我没听错啊，新生南路。哦，新生南路，所以爸爸工作的关系在台湾，待在台湾。哦，难怪你对台湾，我也觉得他其实有台湾人的感觉。台湾进民带来靠的。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气氛，老师。我知道第2位唔单唱的老师老学生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family。
就是一个家庭。你让大家聚集在这边，有一种很特别的能量。对我来讲啊，10年他对你的感觉是什么？エネルギッシュで、はい。勉強いつもされてるのを見てるし、熱心に教えてもらえるし。優しいし強いし。他说他跟我学了10年呢，他觉得我很有精神，很有力量。然后就是我很热心的教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自己一直在充实我自己。哇，初めて聞いた。温馨的细节，像老朋友样的相互关心，本系感受到佢哋唱樂時尚嘅聲音有感情。每本藝會歡迎至當然來打拼嘅成績，吃到當歡喜。天熱，睇住唱藝去福山千江嘅海豚小鎮，看下甘肅藏海魅力。哇，你看天气真的也很好哈。对呀。不过你阿位都带黑那位，这到底是哪里？这里是那个头摩呢乌啦。哦，丙埔。对。丙埔好熟哦。就是说从江户时代它有保存下来3个东西。3个东西。对，一个就是你后面这个长夜灯，一个就是这个石头，就是江户时代就保存下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地图。这个整个景致都是江户时代的那个地图，它还是有保存下来。哦，还有什么？刚刚那个电影还有个很有名的宫崎骏，知道吗？波妞的故乡。你按你讲来就想到个天样底白多，我一直觉得这2个字很熟悉啊。因为宫崎骏他在这里住过2个月多，然后就是他就在这里以这边的那个景色为主，然后就是构思出那个波妞。原来我现在踩在波妞的故乡啊。对。一部天样通花。崖上的波妞，本头摩的乌拉當出名，是來福女海交通中心嘅頭摩的烏拉，行街頭擺朝鮮外交人員嚟日本聽出一道嘅海港，呢項保留功夫時代風情嘅小鎮，係日本重要嘅文化遺產。除咗小鎮當有風情，睇住講，響喺度行街要全日本列為重要嘅傳統特產嚟。一定要来就批到东乡，一进来就闻到好香哦，保命酒、保命酒，东乡人台湾的养命酒，有点类似。老板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好香哦。这是冰的喝。对，上集比较好。乾杯哦。啉起来有一种药酒的迷息，可是它后来到喉头这边会有一点热，然后回甘的感觉，而且它很顺口，对，它不像有一些药酒很刺鼻啊，そうですか。所以它还是可以喝热的嘛。对，可以，你可以兑那个热水。我好想知道老板是怎么做的。もち米でできたお酒に16種類の漢方薬を使って。はい。它是总共就是说用那个什么糯米，然后下去，然后再加上16种那个药材。可是这个岛这个地方本来就产保命酒嘛。非常に高価なお酒だったので、普通の人は飲みに献上したり。它这个保命酒呢，是只有他们这里在制造的，是属于他们的特产。就350年前一个专门做那个中医药叫中村的医生，他做出来的。因为它毕竟是用了很多的药材，这是很高贵的东西，比较贵，所以他们只能喝的就是他们的那个送给天王喝。然后再来权贵。对，还有那个他们这边有个朝鲜有关系的那个，他们朝鲜使者来的时候给他们喝。他们以前就是江户时代的时候，跟朝鲜的那个国家，就是以前的我们所谓的朝鲜族，他们那边，然后他们有那个都派船跟他们有交流，然后他们就会过来，然后停在这里，然后下来这边休息。所以他们必须要接待他们，把最好的酒给他们喝。所以这个酒不只是皇室的酒，还是国际化 （international）。嚟到同摩的烏拉，行家做唔得邊個5分鐘順長愛嘅鹹水島，那就本南海老山那圍定嘅小島，出將幾名嘅，係講到本鮮人都會注意到。島頭冇人工破壞嘅大自然，唔但將係當地居民3萬舒服嘅成績，每歡迎至前後來行聊聊嘅所在。按多年下來啊，每啲阿位算是落地生根了這麼多年。對呀。然後你看你甚至比
日本人还了解这个地方，对不对？还有没有说很了解，但是住久了，你自然而然就会听。他们常常会提，会跟我讲，也会跟我说这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跟你从你一开始来，然后你甚至现在就等于是整个就日本人了，你为什么那么坚持？一听到那种台湾的文化，介绍本日本的。因为这是我结了婚以后，然后呢，我的孩子就是要进小学的时候，我就因为他们日本也是有一些霸凌事件。因为你是外国人不一样，因为他们比较排外，我蛮担心的。后来我就把这个烦恼，我就跟他们那个学校校长讲。你有没有讲，你当时的心情，你都不会说，怎么办？我这样会不会让我的孩子更难过？哎呀，为母则强。这句话说的真好。当然了，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我有我的孩子以后的日子，我当然就会想说，那我就跟校长谈谈看嘛。那个校长就说，那你就来我们学校做文化交流，让大家知道台湾是怎么样的地方，不就好了吗？我说对呀，我应该去做一下那个交流，让他们理解一下台湾是什么。所以呢，这是我一个最大的一个起步。所以呢，后来我就发现到说，那我们坐在这里，让你觉得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如我进步一点往前走，我来做一些事情，让你看到说我们台湾是怎样的一个地方。25、6年了，你看可以小学、国中、大学毕业，甚至结婚了。我是说一般人啦。你有没有回顾这一段历程里面，你自己特别到现在忘不了的？还是会担心子女的事情，女儿的事情，在学校跟同学如何相处啦，会不会怎样？所以我女儿，别说我女儿也比较很努力。所以让我最难过的这半年时间很难过，是因为我女儿在学校有点受到欺负。然后那半年真的很苦，但是后来没事了，因为她很努力。她有回来跟你讲吗？有，因为我只能听她讲，我没办法听她做事，因为我本身也是学幼教的对，所以这个是她的人生，我没有办法去查，但是我可以注意她的心态，她的心理成长，我只能注意这方面而已。但是那个半年过后就很好了，因为她自己过去了。你会不会觉得你现在支持你，譬如不管你是教中文也好啊，或者是做料理也好，女儿是不是支持你？当然哦，他们很支持我的。其实他那时候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他们学校老师有一个题目，就是说你们家的那个地方有什么名产？结果我女儿站起来讲说，我们那边的名产是我妈妈。对，她是以我为傲的，她就跟我说，我妈会讲中文，我妈会做翻译。然后我妈也会做很多很好吃的台湾菜。我跟你相处这几天，我真的感觉到，如果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妈妈，我也会觉得我很骄傲。你刚刚都有讲到说，女儿啊都长大了，她有她的人生啊，她自己去负责。那接下来你的人生？对啊，我现在人生就是我想要再多推广一些台湾的事情，让他们继续推广的地区的人、釜山的人多知道一些，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台湾的好。我係甜甜嘅一枝花，人哋位명산係我媽媽，她沉沉嘅打通人嘅心肝。有人講，做阿妹要先做自家，你充滿法力嘅飛燕之神通，唔將看唔到佢。佢當初見得好，行家好老人分享嘅想法，亦都變做生人嘅情感度千海無分。成飛燕子本係看到台灣人啲嚟當今後嘅勇士。結婚對台灣的愛，每啲特別大變度，很較堅定的發揚起來。其實我來到了 V 差不多有11年的時間，我覺得我一開始的時候，我其實很害怕，這是我第一次的外景節目，我很謝謝你們參與我人生中很重要的第一次。對，大家給他加油。其實我來的時候，我覺得我的背包是很空的，可是我回去是很滿的。我覺得因為有你們聚集在這裡，我也很希望在這邊你們可以持續的凝聚的感情，然後我有空回來看大家。歡迎，謝謝你們，謝謝大家，謝謝。